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就係分享天主聖三節嘅主日讀經啦。咁就聖三節會係講關於天父、聖子、聖神，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寵和天主的愛情及聖神嘅相通，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基督、天父、聖神三位一體，與眾人同在。咁呢度咧，呢個代表天父Yahweh，呢個代表基督羔羊呢個代表聖神乳鴿咁就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嘅獨生子，使凡信佢嘅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就基督就係帶呢個救恩俾我哋，永生俾我哋。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唔係嚟審判世界，而係為叫世界藉着佢而獲救。所以基督嚟係救贖我哋，唔係嚟審判我哋嘅。咁呢個係幾個重點咯，即係讀經嘅重點。咁就第一讀經出谷記啦，就關於梅瑟嘅。嗰個時候，梅瑟照上主嘅吩咐，清早起嚟，上咗西奈山，手中拿着兩塊石板，即係個十誡會刻喺呢石板啦。上主乘雲降下，站喺梅瑟嘅身旁，宣告上主嘅名號。上主由梅瑟面前經過嗰時，大聲喊說：上主，上主是慈悲寬仁嘅天主，緩於發怒，富於慈愛信實。就呢個係講天父咯。咁就梅瑟就急忙俯伏喺地朝拜咁話：上主，如果我真嘅喺你眼前得寵，求上主與我哋同行。呢個百姓固然係執拗，但求你寬恕我哋嘅過犯同埋罪過，以我哋作你嘅產業，屬於你嘅。咁就第二個讀經咧，就係格林多人後書啦。咁中途同個團體講：弟兄姊妹們，你哋要喜樂，要係勉力成全，要服從勸勉寬勉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即係個團體要係咁樣嘅咁就咁樣，仁愛與平安嘅天主必與你哋同在。你哋要以聖潔之吻彼此問候。呢度嘅眾聖徒都問候你哋。願主耶穌基督嘅恩寵和天主嘅愛情及聖神嘅相通，常與你哋眾人同在。所以呢度係講聖三啦，就係基督啦，天主聖子啦，然後天父啦，佢嘅愛情啦，同埋聖神嘅相通啦，咁即係呢度已經帶出三位天主聖三。咁我哋嚟到福音咧，咁就福音咁樣講，若望福音咁樣講，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咗自己嘅獨生子，使到凡信佢嘅人不致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唔係嚟審判世界，而係為叫世界藉着基督而獲救。那信從佢嘅不受審判，那不信嘅已受咗審判。呢個你有啲意識，但係唔肯信，咁就呢啲會受審判，因為佢冇順從天主獨生子嘅名字。咁就變咗，我哋就睇咗就係基本個三段嘅聖經咯，即係呢個主日嘅就天主聖三天主聖三節咁就咁我哋睇喺方濟各教宗方濟各嘅通諭裏邊，即係願你受讚頌嘅通諭裏邊。有冇提及頭先嘅讀經啲嘢？咁第84段咧就講關於天主嘅慈愛。我哋堅持人係天主嘅肖像，但係唔可以因此忽略所有嘅受造物，皆自有其目的嘅事實。無一受造物係多餘嘅，冇一樣係多餘嘅。整個物質宇宙述說天主嘅慈愛，整個創造咧係即係帶出天主嘅慈愛，我哋要留意咯。帶出天主嘅慈愛，同埋佢對人無窮無盡嘅愛情。咁呢度就係講關於天主嘅慈愛咯。咁我哋再睇236段咧，關於恩寵。天主嘅恩寵趨向體現於有形之物上，即係有形之物都有天主嘅恩寵喺裏邊。當天主親自降生成人，將自己當做食糧賜於佢嘅受造物，天主恩寵嘅體現方式顯得神奇奧妙就係基督降生成人，為我哋犧牲啦咁第238段關於聖三，天父係萬有嘅根源。萬物嘅愛同埋萬物自我通傳嘅基礎，所以天父係根源同基礎。聖子反映出天父，萬物藉着佢而受造，呢個就係聖子。聖神無限之愛嘅連結，親密地臨在於宇宙內，啟動同引發新嘅路徑，係啦，呢個天父、聖子、聖神佢哋嘅特質啦。咁就我哋就睇240段，關於聖三都係天主聖三係彼此共存嘅關係。世界按照呢個天主嘅模式而創造，係一種關係網絡。所以天主聖三係強調個關係，三位一體。所以成個創造裏邊咧係多樣性裏邊合一嘅。咁一切受造物係歸向天主，而也依次
歸向其他受造物，以致我哋因而發現整個宇宙內有無限恆常而且係隱蔽嘅關係交織串連，有個隱蔽嘅關係交織連串，係隱蔽，即係潛伏喺裏邊係一種關係嘅，就要強調個關係。咁就我哋而家就提一提梁14教宗梁14咧出嘅第一個通諭啦，就係3月25號就發出嘅。咁就咁佢係即係個通諭係關於人工智能應服務於全人類，而非少數人嘅權力。就好多時，少數人就控制人工智能，而用嚟為佢自己嘅利益，唔理其他人。但係梁14咧就話應服務於全人類，而唔係少數人嘅權力咯，唔好集中喺少數人嘅權力裏邊。教宗梁14係佢嘅受通諭嘅咧，就偉大嘅人類，即係個通諭個名係叫偉大嘅人類。喺呢個通諭偉大嘅人類中，就對人工智能時代嘅教會社會訓導進行反思，就佢喺呢度就做個反思啦。教宗梁14，佢呼籲係要守護天主移居其中嘅偉大嘅人類，即係就要守護人類嘅。咁人類都係偉大嘅人類嚟嘅。促使真理、勞動尊嚴、社會正義同埋和平，要強調呢樣 AI 要係促進真理、勞動尊嚴、社會正義同埋和平，就唔好相反呢啲嚇，唔好用 AI 嚟相反呢啲。呢份文件於5月25日問世，開篇提出一個論點：科技既唔係與人類對抗嘅力量，都係並非本身就係一件壞事。即係科技唔係壞事，科技唔係存在咧，唔係為對抗人類嘅。但係咧，科技唔係中立嘅。呢個我哋要留意，科技唔係中立嘅，因為佢帶有其構思者、投資者、管理者同埋使用者嘅面貌。即係呢啲係控制人工智能嗰啲人咧，即係喺各方面控制人工智能嗰啲人咧，佢哋嘅面貌會滲咗入去，佢哋嘅目的會滲咗入去，而影響人工智能嗰度有佢哋嘅問題咯。咁就但本身唔係壞事嚟㗎。而本身 AI 即係人工智能唔係對抗人類嘅，但係控制呢啲嗰啲人咧，佢哋會滲入佢哋嘅面貌喺入邊，而影響即係人類咯。咁因此教宗籲請本着良善來建設，即係要良善建設嘅，並非係
始終保佑人，始終保佑人，因此教宗即係咁咯，即係會係即係為人類服務嘅嚇，依循勇敢共同負責，大家勇敢共同負責，用 AI 做呢樣共同負責，同埋共用嘅邏輯，即係要用返呢啲，唔好淨係用嚟控制或者擺佈。AI 唔好淨係用嚟控制同埋擺佈嘅嚇。咁就教宗就出咗呢個通諭咯。咁就出咗呢個通諭，咁就係好重要嘅通諭，係21世紀 AI 嘅時代嚟嘅，而我哋要小心點樣用 AI，同埋要小心唔好用嚟控制人類，而係服務即係大家嘅利益嘅，係服務和平嘅。好，主佑大家。